来第一站，就用基督耶稣的心，最灵来激心，救主耶稣本是上帝，为着救人降生。好，咱搁唱一摆第一站，因为咱较无熟，所以咱搁唱较熟的第二站就自然就会较好唱。免来，就用基督耶稣的心，最灵来激心，救主耶稣本是上帝，为着救人降生。第二节谦卑屈敬，谦卑屈敬，正做萝卜，专心也是顺好，心志当当，心计常是上帝照顾成因。第三，后代属于千山尊名，跨过万难名声，天天对万众万类，献身菩萨归玫瑰。第三章，后来属于机关尊名，搬过万人名声。好，好，第三章咱个一个变来。后来属于机关尊名，搬过万人名声，天天对万众万类，献身菩萨拜归。好，咱个先来锻炼另外一首，迄首真愈无熟吼，467首，少年过往亲人朋友，467，467首。好，来，咱弹一下，先弹。好，来，好，咱同时来这边来。少年过往亲人朋友，心袂紧得悲伤忧愁，过去的错代价亲密，三角高飞用心写信，现在已经离别人去，连分念地救主心边。给我第一面第一首，对，嘿，第上尾啊，那个过去上尾啊一音吼，我要第一面就可以哦。那个过去的主代给亲密这一句，好，还小心一些。来，我们一起再唱一次，来，来。少年过往亲人朋友，心袂紧得悲伤忧愁，过去的错代价亲密，三角高飞用心写信，现在已经离别人去，连分念地救主心边。第二站，心主的人。
准备心，上刚来敬拜主。亲爱的兄弟姊妹平安。这时礼拜日要开始啊，请咱有早手机的弟兄姊吼，将手机关机，还是调整震动的模式，互咱有好的礼拜品质。这时请咱恬静心，目倒来听候上帝话，请奏乐。
全地啊，就对上主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就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用上赞进入伊的殿院，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亲爱兄弟姊妹，这时请咱当心来吟圣诗86首，威严君王徛如进前，来学罗上帝的名，请起立。请坐。这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每一日的引带、带领，甲看顾阮众人，也赏赐阮生活中逐项的好物。阮感谢你。当阮进入你圣殿来敬拜，伫你圣神的光照下面，阮也看见家己的软弱甲亏欠。世间的一切有时袂迄阮，互阮的行担偏离主你所欢喜的道路。求主赦免，也求主来带领阮今早起的礼拜，透过牧师所传讲圣经真理。你的圣神来引带阮众人，搁一摆回转来归往伫你。主啊，阮即时也要用主你所教示阮众人的祈祷文，同心开喙来祈求。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保证。阿门。Amen.
时咱要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28篇，诗篇18篇。启应文第28篇，诗篇118篇。着感谢上主，因为伊是至善。伊的慈爱线到永远。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线到永远。愿阿伦祭司的家讲，伊的慈爱线到永远。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伊的慈爱线到永远。伫危急的时，我求救上主，上主就应答我，解救我。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人会当甲我安怎？甲我开公义的门，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这个门是上主的门。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起厝师傅气杀的石，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这是上主的作为，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上主啊，阮求你，互阮兴旺。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上主是上帝，伊互咱光明。着野手机来参加庆典，游行来到这段的四角头遐。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宣扬你的伟大。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线到永远。这时，咱要来听上帝话，记载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5到第11节。我先来读现代台语汉语本。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倒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共款，用人的形体出现。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使伊超越万名的名号。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天顶、地上、地下一切的骹头夫拢会跪拜，逐个喙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父上帝。接下来我念华语和合本。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众膝都要跪下，众口都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归荣耀给父上帝。愿上帝赐福听他伊的话人。这时，夏青团体要来献诗，他们要献的诗是不变的爱。
下面咱要请本堂林耀新牧师来正道，正道的题目是谦卑顺服到日死的主。兄弟平安。咱若是有人的手机啊，还袂切过去迄个震动是关静音，请这个时阵关静音。咱逐礼拜做礼拜的时阵，咱拢会伫遐来逐个人来讲，咱的词汇一直讲，但是礼拜中犹原共款，抑阁是有声音。我要安尼讲，就是讲，咱到底是看重手机啊，是看重咱今仔日的礼拜，这是真要紧。尤其是伫咧咱今仔日拄好阁是中秋节的即个主日，咱到底是要高举主呢，是要高举咱所看重的物件？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真正注心伫咱的主的顶面，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伫你圣的主日，特别是主你阳光进入圣殿的即个纪念的主日，主阮搁一届要来学习，也要来搁一届来将主你的名来高举你的名，来互人来安尼称颂主你的名，阮也要伫即个过程内面，主，阮要看见阮家己，阮到底阮是用啥物款的信仰心态来敬拜你，也要搁来反省阮家己，因为阮看见就是当共一阵的百姓伫遐迎祭主你进入伫圣殿的时阵，也是共一阵的遮百姓。来将主你钉死伫十字架顶，主啊，阮检视遐个人，愿你的神不断来光照阮，来引带阮，互阮会晓得学习主你的款式，来谦卑顺坦，顺服伫主你的旨意，顺服伫天父的旨意，互阮无搁再诚做过去遐个。犹太人，乃是阮要正做主你真正的学生，是照主你的话，切实安尼来去行的人。愿咱的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今仔日是即个中秋主日，主要伫咧记载即个主耶稣伊骑驴安尼阳光进入伫即个耶路撒冷的即个记载。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段，拄好是即个使徒保罗甲迄个用着伊即段的即个记载，真简单来讲起，也来伫遐来唤起门徒安尼爱有耶稣基督的迄个心。伫迄中间保罗伫遐来劝勉腓立比人，爱有一个合一，甲着即个互相关怀的心，伫遐来安尼。迄个用着安尼，咱讲用着怀抱即个谦卑的迄款的态度伫遐来劝勉着遮个门徒。迄个上伟大的迄个模范，也迄个咱的迄个所学习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即个道成肉体，佮伊安尼被钉死伫咧十字架顶，迄个安尼的迄个模范。耶稣基督伊安尼摒空伊家己，佮伊。并毋是讲伊安尼迄个讲剥夺伊家己自身的迄个神性，乃是伊迄个稳重、迄个道成肉体的迄个阳光，并且伊安尼欢喜甘愿来限制伊家己运用某一寡的迄个伊家己的迄个属性、迄个属性，亲像讲。伊迄个无所不在的迄个属性，是伊个无所不知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属性。迄个保罗要求腓立比人将即款安尼的态度运用伫咧因的迄个生活的内面。伊也提供着安尼搁较侪的迄种安尼看无家己的迄款安尼模范。
就是包括着即个安尼提摩太，是迄个以巴弗提迄个弗提的即个伊的迄个事奉。所以规个即个腓立比书第2章，安尼大概在讲的内容，就是咱今仔日所看见即马遮的内面，主要就是咱着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伫咧中秋节的即个节期的即个经文，拄好伫咧即个批信的即个一部分，就是伫咧咱今仔日所读即个5节到第11节即个部分。拄好是咱今仔所领受即个经文，保罗爱咱来伫遐来效法耶稣基督的迄款安尼模范。伊伫迄个中间，耶稣伊谦卑顺服天父的旨意，甚至到死。咱安尼就来安尼搁较侪来安尼看见讲，迄个耶稣基督伊的安尼两个即个谦卑的迄个模范。第一个模范就是。伫人甲上帝关系中间，伊保持迄个谦卑的迄款安尼态度。第二个，也就是伊伫人甲人的中间，伊悠远保持迄款的谦卑的迄款安尼性情。咱头先来看第一个，伫人甲上帝关系中间，伫遐保持即个谦卑。伫咧旧约顶面，旧约安尼对伫即个以色列甲着即个上帝。即个中间的即个关系的迄个看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看法？伊替咱安尼伫新约的迄个谦卑提供一个迄个真要紧的迄个背景。所以伫咧今仔日咱内底，咱要用到侪经文来看见讲，是安怎谦卑是遐尔重要。对上帝来讲，上帝伊是迄个创造者。咱是迄个被造物，应该安尼谦卑来顺服即个创造者的伊的旨意。所以对上帝来讲，所有人类的迄个骄傲，拢是啥？拢是迄个会通讲是罪孽，甲着迄个安尼讲悖逆。所以伫迄中间，上帝伊无用阮迄个咱讲安尼心高气傲。迄款安尼的人，伫咧诗篇伫101篇内面遐安尼讲起，着讲迄个目头悬、心骄傲的人，眼目高傲、心里骄傲的人。迄个伫咧旧约内面，包括迄个傲慢的国家，遮个国家也无法度逃避上帝的审判。迄个傲慢的人，傲慢的人嘛是共款，无法度安尼迄个逃避上帝的审判。迄个而且讲起讲心高气傲，以致败坏，所以会通看见讲，伫咧圣经内面一直不断伫遐来讲起着即个代志。但是咱嘛会通看见圣经内面另外一个，伊讲起着啥物货？就是上帝伊伫遐扶持谦卑的人，伊伫遐保护遮个谦卑的人，嘛听叹遮个咱讲忧伤痛悔的灵，安尼迄款安尼的人，伊伫遐安尼听因迄个困苦，遐个安尼讲心灵痛悔，伊要听安尼的人因的声音，伊也伫遐来维护着侪遮个善车人伊安尼无互。即个善车人，因为伊的善车递到迄个伊的迄个公正递到来受到歪曲，伊的正义来受到歪曲，所以咱会通看见伫咧经文内面，甚至会通讲善车人会通讲，差不多会用等同于迄个安尼义人安尼的迄款安尼讲法，因要经历上帝的怜悯。所以伫咧第二圣殿迄个犹太教的迄个文献的内面，即个受苦的义人是上帝所该高举的。伫咧新约也继续安尼延续即个脉络，正确的即个宗教的态度就是啥物货？就是顺服上帝。伫咧雅各书内面第4章的第6节到迄个第7节内面，伊安怎讲？伊讲上帝
迄个得罪迄个骄傲的人，施恩互谦卑的人。搁伫咧彼得前书内面，伫遐讲起着讲上帝共款，伊伫遐得罪即个骄傲的人，施恩互谦卑的人，拢伫遐反映伊即个教导。所以伊遐咱会通看见雅各书伫遐呼吁即个百姓，伊上帝百姓，上帝迄个主耶稣的门徒，因必须要有啥物款，就是必须要有迄款的谦卑的迄款的心态。彼得前书提起着迄个做一个领袖，必须要真做安尼侪人，才会侪信徒的即个模范。咱若讲另外一边，搁用另外一方面来看，咱会通看见就是圣经去提起着即个咱讲傲慢自大的即个态度的时阵，有即款的即个心态的人，因是啥物款的人？就是因第一个，因是无承认对上帝迄款安尼的迄个倚靠；过来就是伊也无谦卑来顺服着上帝的旨意。雅各书伫遐第4章16节，伊提起着有一寡只会做生意的人，一寡因的迄个错误的态度，因伫遐安尼计划有侪的计划。但是因竟然伫遐安尼咱讲狂傲自夸伫大样的代志顶面来自夸。但是因的迄个，因感觉讲因有法度家己来安尼咱讲自给自足迄款安尼心态，因却无感觉讲伫咧因所得到、因所领受的，应该是包括着上帝的立理伫迄内面，因无考虑到即个。将上帝来甲考虑在内，这也是真做即个侪即个好业人、即个富人，安尼因所时常会拄着的迄款安尼的迄个陷阱。即个人往往因安尼会通讲陷入伫咧迄个咱讲叫做肉体欲望，甲着目睭的欲望。圣经作者甚至提起着即个，咱讲迄个骄傲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危险，迄个骄傲源自迄个咱讲对迄个财富的迄款的迷惑。但是面对即个危险，即款咱头咧讲起着即款安尼危险的时阵，毋若是干那迄个遐好业人，嘛包括着遐自称是。叫做讲要欢喜做人老师的、做教师的，是遐个陷入伫咧迄个安尼通讲迄个咱讲迄个傲慢陷入伫咧即个傲慢的做安尼遮的人，所以这伫咧雅各书第3章内面提起着做遮的人，因的心到底互啥物货甲因捆绑掉咧？人类的一切拢安尼讲，会通讲迄个对上帝所出，但是咧，咱却是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时常来自夸，咱到底咱安尼做了啥物货咱安尼有啥物款的荣光？但是伫咧咱今仔日的圣经内面，不断伫遐来讲起着。咱这个被造物，其实咱无啥物通好自夸的，因为所有一切拢是上帝所做，咱不过是甲参与伫上帝的伊的所做、伊的立理的内面。所以伫咧咱若对安尼来看的时阵，新约对谦卑的迄个教导，会通讲安尼对头到落尾，对旧约一直到新约，拢伫遐一直讲起着。即个真要紧的即个主题，即个主题会通也继续安尼一直到伫耶稣基督的教导伫咧过去的迄个包括着即个犹太的即个迄个咱讲寻道主义的即个教义内面，伊遐嘛伫遐不断伫遐来提醒，就是伫咧即个马太福音内面去讲到的，就是咱迄个23章第10节内底，伊遐讲安那。讲提高家己的会受降价，屈价家己的会受高升。
这也是咱他伫遐看即个旧约的主题时阵，会通看见，就是迄个上帝推翻人的迄款迄个不义提升遐卑微的人，啊，伫遐来屈价遮个骄傲的人，互遐个妇人安尼空手转。这也就是伫咧咱会通看见，就是这是。伫咧咱今仔咱所看见即段即段经文内面，即段就是玛利亚伊伫遐讲起着的迄个弥赛亚时代的迄个歌。咱咧伫遐讲起迄个即个玛利亚之歌，但是伊伫遐讲着就是拄好是伫咧迄个时代，因伫遐因所伫遐持守的。雅各书第1章第99、第10节伫遐。嘛，继续伫遐安尼呼应伫即个经段内面，伫遐不断伫遐来呼吁。伫咱头拄仔看见的迄个雅各书的第4章第6节，甲着彼得前书第5章的第5节到第6节，伊嘛伫迄中间不断伫遐呼吁。最后两段即个经文安尼，头拄仔伫遐呢，不断伫遐每一段内底拢有侪相共的所在，伫遐一直伫遐来反映的，就是迄个初代教会啊，因一个真共同的即个教导，包括拢是咧包括着一个，就是因应用着即个箴言啊，第3章34节内面所讲起的，就是藐视人的上主藐视伊。谦卑的人，上主施恩予伊。即节的经文甲耶稣伊所讲的一句话，拄好表达共一个观点，就是耶稣即句话是根据迄当阵迄个列比的迄个教导，讲安怎？伊讲我安尼讲，我的屈辱就是我的高升，讲我的屈价就是我的高升。上帝伫遐来阻挡遐个骄傲的人，施恩予遐个谦卑的人。耶稣不断毋若是伫咧伊的教导内面，咱会通看见，就是主耶稣的教导，甲着即个世界标准，咱会通看见伊讲，不断伫遐是一个咱讲背道而驰安尼一个，伊伫遐不断伫遐宣讲，但是伊所宣讲的内容，拄好甲即个世界的标准，拄好是背道而驰。所以，咱也会通看见，就是规个基督教的信仰，咱过去一直不断伫遐讲，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热理的一个宗教。基督教的信仰，甲着即个，咱若确实咱继续一直行伫咧即个世界的标准的时阵，咱就爱来扪心自问讲，安尼咱敢有行伫咧上帝的话语的内面？所以伊伫遐不断，主要说伊不断伫遐来呼吁，伫遐来讲起着伫咧即个谦卑的即件代志顶面，应该怎样的一个表现？伊伫迄个中间，伊用着迄个温柔的、迄个君王的迄个身份来进入伫耶路撒冷。伊伫即段是要应验着迄个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的迄个预言。伫迄个中间，伊伫遐讲起着锡安的妇人人就看咧，恁的王要来恁遮，伊谦顺骑驴仔囝。伊伫迄中间要讲起，就是主耶稣伊的迄个形象，伊虽然伊是迄个君王，但是伊毋是骑着马啊，伊是骑着驴仔，迄个谦卑温顺的驴仔。伫迄个中间伊伫遐安尼进入伫咧迄个安尼讲。迄个美门吼，的即个所在，伊阁毋若是干呐，伫遐安尼用着一个谦卑的形象来进入伫耶路撒冷，伊也为着门徒伫遐来洗骹安尼为着门徒立下即个做一个奴仆安尼的迄款安尼的模范。所以，咱会通看见。一个真要紧的，就是伊伫迄个中间，伊不断伫遐活出来，就是伊活出迄个顺服上帝旨意，甚至到死安尼
迄款安尼模范。所以伫遐咱会通看见圣经的作者不断伫遐来呼吁人，着应该来效法耶稣基督迄个谦卑的迄款的典范，也伫遐谦卑会通讲是基督徒咱生活的一个真要紧的迄个咱讲迄个精髓，吼。基督所受的迄个苦难，会通讲是迄个咱会通讲是迄个上讲最极致，吼。安尼的迄个，咱着学习的迄款的典范。若是基督是伊是安尼迄款安尼的谦卑，咱做一个伊迄个军队的人，也毋是应该搁较是安尼。所以这是伫咧咱伫咧看对安尼对旧约一直到新约，咱会通看见侪遮圣经内面的记载。主耶稣伊诚做咱的迄款安尼的典范，伊伫人甲上帝关系顶面，伊伫遐不断伫遐保持伊迄个谦卑的迄款安尼的心。第二，咱要来看的就是咱来看见即个伫人甲人的中间的即个保持即个谦卑，主耶稣伊伫遐怎样来做？伫咧新约的即个伦理的部分特别是侪讲起到即个美德是即个歹的所行的迄个清单的内面呢，时常会去提起到迄个骄傲，甲到迄个谦卑。所以伫咧马可福音第7章22节，耶稣伫遐指出着侪遮的歹所行的遮的行为。伫迄中间咱会通看见的，就是伊伫遐主耶稣安尼指出遮个歹所行是对人的内心安尼来发出，所以伫遐讲起到安怎讲，像即款安尼的行达，即款的歹所行是会通互人安尼得着误会。伫咧彼得后书第2章的第10节内面，也将迄个讲起到迄个讲任性吼，胆大任性，迄个大胆搁骄傲，安尼迄款的迄个性情吼，甲着即个讲亵渎安尼甲伊联合安尼做一伙。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2节嘛提起着迄个讲起着迄个自私贪财夸口吼。即款安尼的迄个联系，拢甲着迄个骄傲有关系。提多书第1章第7节内面讲起着迄个要真做教会监督，也就是做一个长老的毋通自高，伫咧华语讲不自负，不暴躁，拢伫遐不断伫遐来提起着，毋通有一个傲慢的迄款的态度。所以谦卑会通讲时常出现伫咧即个美德的迄个清单的内面，有时表达迄个谦卑的时阵，是用着迄个温柔来表现出来。即个温柔即个字有时是用着谦卑来去来展现。咱伫咧困境的内面，伫遐咧传道的时阵，搁较需要用着迄个温柔来去互人，因为咱的迄个温柔的迄个宣告，迄个安尼宣导，来互人来接受咱的信仰。所以咱毋是用着迄个安尼伫遐安尼，咱讲安尼咄咄逼人的迄种方式，来互人来对咱所信的来安尼。来甲咱承认，结果是敢若安尼口里承认，但是心内面却是无接受。所以咱伫咧咱的生活内面，咱嘛袂通讲伫遐安尼讲起着讲讲咱家己是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咱必须要将咱所活出来，亲像主耶稣共款，是互人。是互别人去看见的，毋是干那咱安尼讲空有一个嘴，咱需要活出咱应该活出，也就是活出迄个咱应该有的迄款的谦卑的性命，亲像主耶稣共款。
咱若对另外一个伦理的即个教导顶面来看的时阵，伫咧圣经内面中间有迄个咱咧讲起着迄个两路的神学，是即个是即个，伊伫咧迄个中间，伫遐互咱去做选择的时阵，伫迄中间咱会通看见，伫咧遮有讲起着迄个真理的神，甲着迄个错误的灵，指出迄个歹的行为，甲着迄个咱讲迄个歹的迄个性情的特点，迄种特征就是就是傲慢。伫咧迄个好的行为，甲着迄个咱讲迄个义的迄个性情的迄个特征，就是谦卑。所以对伫咱头拄所有伫旧约一直到新约所有咱整理出来，咱会通看见。保罗伫咧即个中间，伊伫遐强调谦卑是教会合一一个真要紧的关键。伫咧彼得前书内面，甲着即个教牧的即个批信的内面，伊也伫遐来谴责伫遐反对教会的侪即个领导者，不管是伫咧教会的牧者、长老、执事等等，伫遐来反对遮个人的时阵，讲起着因的迄个傲慢。所以刘兄弟，咱伫咧即个中秋主日的时阵，咱的即个伊伫咧即个今仔日咱所领受即个经文内面，伫遐不断伫遐来强调谦卑顺服。伫遐毋是要爱咱的刘兄弟，只有干那伫遐来听叹牧师所讲的，也是讲着咱的长执所讲的，乃是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为着咱所立的迄款安尼的模范。亲像咱伫咧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内面安怎讲？伊伫遐讲起着，伊本有上帝的迄款的安尼形象，却无坚持家己甲着上帝做同等。伫咧咱的即个台语的经文内面，伊安怎讲？伊讲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共款，用人的形体来出现。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所以咱会通看见，咱有时咱自认咱家己也无有比别人较差。这是伫咧咱的生活内面，咱时常咱会拄着，咱会感觉讲，我也无比别人较差，甚至我比别人较强、较敖。但是是安怎拢是别人咧出头，那是安怎拢是某咪人伊咧出头，那毋是我。但是耶稣伊的模范是啥物货？伊伫遐伊讲起着，伊无坚持甲上帝做同等。安尼，咱阁有啥物通好伫遐比较？是讲咱伫迄个中间，咱到底是要争啥物货？咱还阁会记咧伫主耶稣因迄个带领门徒伫遐咧宣教的时阵，有一遍门徒伫遐咧相争，伫遐讲啥物人较大的时阵，耶稣怎样伫遐来教导因遮门徒？伊伫遐讲起着，讲若有人要做第一，着做正人的上路尾，做正人的妻用。伊后壁伊也安尼教导，伊伫遐讲起着讲，我实在甲恁讲，恁若无改变，做亲像囡仔，绝对袂当入天国。所以人家己谦卑，亲像即个囡仔，即个人伫天国就是上大的。无论什么人为着我的名接纳即款囡仔的，就是接纳我。这就是主耶稣伊对咱的教导，伊为咱立的迄个安尼谦卑顺服一个上安尼好的即个模范。所以主耶稣伊互咱迄款安尼模范，伊也递到落尾手，就是上帝高升伊啊。上帝提升伊到伫上悬的迄个地位，安尼使伊超越迄个万名的即个名号。因安尼，所以耶稣基督伊
伊有法度得到迄个人的迄款对伊的迄个敬重的迄个名，伫咧天顶第一、地上甲第一，伊所有一切遮个骹头拢会跪拜伊，是因为伊谦卑的结果，伊活出迄款安尼的款式，互咱来学习。所以，既然咱讲咱是迄个基督徒，咱就应该要有耶稣基督迄款安尼迄个性命，迄款安尼样相。也就是咱应该凡事伫遐来弃权，互天父伫遐来掌权。咱毋好看见讲，咱今仔日咱的即个经段内面讲起着主耶稣，伊伫遐安尼骑驴仔进入伫咧耶路撒冷。主耶稣伊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是伊要顺服上帝天父的心意，要去到伫即个耶路撒冷来受死。伊毋是要伫遐来得到荣光。咱若看规部的即个圣经，特别伫咧新约，咱的四福音内面，拢讲起着一个真要紧。当主耶稣伊安尼一路一直安尼对加利利，一直往南安尼来到伫耶路撒冷，迄个规个即个路的即个过程，就是伊伫遐欢喜顺探天父的心意，去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伊要伫遐来受着。即个安尼公会对伊的迄个审判，来承担遮个罪人的罪，伫遐安尼受钉死伫咧十字架顶，伊欢喜安尼体贴上帝的心意，伊伫遐弃权，伊伫遐对天父讲：爸毋是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伊无坚持伊家己的心意，乃是伊伫遐体贴天父的心意，行天父所欢喜、所喜爱的旨意。所以，咱大圣，咱就是应该治死咱家己，互咱的迄个老我，甲着耶稣同顶伫咧十字架顶。今仔日咱有偌济人，咱拢真清楚知影，讲咱就应该将咱的老我来安尼弃杀。但是，咱会通看见的，就是咱有偌济基督徒，迄个老我死无去，结果因为死无去，直到。咱讲叫做半死不活，因为死无去，要安怎甲着国外耶稣来伫遐来当国外，所以直到咱安尼死无去，活嘛活无起来，结果就是半死不活。直到咱伫咱的性命内面，咱活袂出耶稣基督迄款安尼迄种国外的迄个性命，咱只有干那安尼治死咱家己迄个，而且叫做安尼定好定满。不断来将咱迄个老我来甲主耶稣安尼同顶伫咧十字架顶，咱才有可能甲着即个国外主，伊伫遐国外时阵，咱的迄个新的我来伫遐甲伊同国外，来得到伊国外的性命，互人看见咱的迄个性命，迄个真实的改变。咱毋是迄个讲安尼，咱今仔日咱信主。结果信主规半步，结果咱的性命永远拢无有改变。就甲亲像我过去一直伫遐讲的，迄落规丛好好，风吹袂倒，会开花袂结果。咱的规个咱的性命，若假使咱的信主进前，甲信主了后，咱的性命一直拢无改变。安尼迄款安尼的性命，安尼敢讲咱真正是基督徒嘛？所以求主帮助咱，特别伫咧咱的即个中秋主日的时阵，咱搁一摆重新来看主耶稣伊怎样迄个安尼，那亲像是阳光来到伫安尼坐驴仔、骑驴仔安尼来进入伫咧圣殿，但是伊却是诚做咱迄个真要紧、真安尼真最高的迄款安尼模范，互咱真正会通。安尼，因为咱甲主同死，同顶伫咧十字架顶，搁咱也要甲主来伫遐来同过啊，互咱真正会通安尼，互人看见咱迄个性命的改变，上帝才会因为咱来得到应该得到的荣光，咱也才会有法度甲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同齐伫遐同做王来审判即个世界。所以，咱会通搁一摆重新来好好来深想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伊本有上帝的形象，伊却无坚持家己甲上帝做平等。当若有人超越咱的时阵，咱的心境到底是怎样？咱会伫遐起噗噗，是咱会真用到一个真欢喜为着对方来伫遐来安尼欢喜来讹扰上帝。当咱伫遐安尼有人超越咱的时阵，咱的心境到底是怎样？佮咱要怎样来调整咱家己的即个心境？第二。咱到底有偌济即个老我是需要去面对，甲着去治死的？当圣神光照咱的心的内心的时阵，咱看见咱家己的性命的真实的境况的时阵，安尼咱的行动到底是啥物？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搁一摆好好啊来想，互咱真正会通，咱的性命无就算讲咱无法度会改变。但是咱的性命却是安尼一步一步拿来拿挖群主，互咱的性命是安尼，互上帝看做欢喜，看做是通学老的。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这段经文，搁一摆来想主耶稣伊所画出迄款的款式，搁咱诚做伊的迄个军队者，安尼咱要怎样来做？互咱真正会通来甲着主耶稣共款，来得到伊迄个搁换新的迄个的性命。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阮看见，不管是对伫旧约，一直到新约，主你。在话语的中间，不断来提醒阮，阮着应该爱谦卑顺服。主，阮虽然你有赏赐阮有迄个100%的即个自由的意识，主啊，阮欢喜来将安尼的自由意识来交伫主你的手中，阮欢喜来弃权。互主你来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作王，互阮安尼真正治死阮迄个旧的迄款老我的迄个生命，来互主你迄个搁迄个换新的迄个生命来代替阮即个旧的生命，互阮所换出的生命是互人看做是通欢喜的，是互主你看做是通学老的，主你。透过阮安尼不断来一寡一寡来调整阮的生命，就阮的生命不断会通活出，主你爱阮活出迄款的款式，就是阮就算阮拄着遮困境、恶担当的时阵，主阮犹原靠主来得胜到存。愿你亲自来感动阮，来引带阮、带领阮，特别圣神亲自来引带阮。伫阮拄着，不管是伫咧顺境是逆境时阵，阮拢会晓伫学习主耶稣的款式，顺坦天父放伫阮心上的旨意，互阮伫逐样的遮个所拄着的即个处境，阮拢用着一个欢喜的心情来接纳，也伫迄个中间，阮用着一个安尼欢喜顺坦军队的心情来军队助力。互阮一步一步行伫主你爱阮行的脚步路径的顶面，阮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主所基督圣名，阿们。这时，请咱同心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62首，就用基督耶稣的心，请起立。主
请咱议员起立，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定时过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全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时，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请陈文兰执事甲魏庄训执事来书献。今日是总数主日，请你替互阮智慧知影，互阮知影谦卑的重要性。你伫2000多年前，毋是骑马，是骑着一只细只的牛仔进耶路撒冷。你用身教导阮，互阮知影谦卑的重要性。主啊，请你替互阮赐互阮智慧，互阮对着财富、工课，抑阁有钱，拢有谦卑的态度。今日阮幸福淡薄仔，请你原谅。因安尼求是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请坐。今仔日也是咱伫礼拜中有安排清明追思咱的信用前辈的影片吼，那下面咱就来看这影片一边来追思。
请咱来吟圣诗467首，来孝念咱的过往的亲人朋友。咱起立来吟。咱同心来祈祷，安慰一切主上帝，你是阮忧伤的时的避难所甲溃力。阮的主耶稣基督有用死来赢过死亡，伊对坟墓中过去，互阮得到新的活命。求你让阮有信心前来就近伊。当阮伫世间的生命要结束的时，互阮会通伫你的天国，甲所有听伊的人相见。伫遐，伊会拭去所有的目屎。求主你，就照着你的信息来亲自来安慰阮所有阮遮的众人，互阮伫遮来孝念阮的亲人的时阵，祝阮真正会通对主你来得到安慰，因为阮看见因早前是怎样伫阮的中间来行这个水的信仰，因也用着谦卑顺服主你的心来顺服主，来行主你所欢喜的事。但阮伫遮孝念因的时阵，主你也帮助阮，互阮会晓得来安尼学习因伫阮活的伫阮中间的时阵所活出来迄款安尼生命的见证，互阮来得到学习，来得到军队，互阮真正也会通来活出主你爱阮活出迄款安尼国活活泼的迄个生命。
愿咱的恳求祈祷，拢上过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请坐。下面咱来读本周的金句吼，咱先来读现代台语汉字本吼，做伙来预备来。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腓立比书第2章第6节。好，再来我们来念华语和合本预备来。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同等。腓立比书2章6节。所以，咱来迎新报告哈。咱今仔日有一位新的朋友哈，叫做萧哲仁，伊对台中来哈，因爸爸萧江祥牧师较早捌在咱来用教会牧会，咱请伊来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萧泰锦我是萧哲仁这是我太太汪雅芳，跟萧可安，我会来这边就是今日就是想讲爸爸过去少年讲伊捌伫宜兰这边牧会过，我也真好奇我看资料咱南洋教会遮有介绍，爸爸第7年迄当阵，教会设立第7年迄当阵有来遮牧会过，所以今日主日我就来。另外一方面，拄好，我宜兰科学园区这边公司有希望我定定来这边来甲因斗3工。我想讲拄好利用这放假的机会来这边看看，顺便要找租厝的所在。今日看看一寡过去咱教会一寡兄弟姊妹，伫遮这么热心在这边。我希望我们南洋教会能够更加的兴旺，那大家健康平安，谢谢。好，欢迎伊哈。好，毋知今仔日还佫有新来朋友无？请你起来自我互阮熟悉。好，无吼，咱来看报告事项哈。报告事项第1点，本周主日是中秋主日，礼拜中合并清明追思信用先辈吼。刷落去，咱即礼拜要进入受难周吼。对拜1甲拜4，每一个暗时8点到9点吼，伫咱礼拜堂遮吼有受难周的祈祷会吼。周间的暗时其他的聚会就暂停。拜5迄一日咧是受难日，咱有南阳区基督受难联合圣餐礼拜伫头城教会来举行，欢迎兄弟一同来参加吼。那第2点呢，3月26号小会国旗的事项，请咱大家过目。第3点，3月26号中职会国旗的事项也嘛请大家过目第4点，下主日搁活节主日早起6点要举行朝阳礼拜。9点半是合堂的礼拜以及圣礼典，并且要颁发信德奖合金第5点本会徐刘阿进的姊妹，伫3月19日安息主怀，要伫10日就是拜1早起10点，伫圆山福园801厅举行入殓告别火花礼拜迄一日下晡点半要安放礼拜，原主的灵亲自来安慰遗族。第6点4月15号拜6早起9点半，伫本会要举行邱松山老师的告别追思音乐礼拜。中昼12点要赴广兴公墓，就是邱家墓园举行安放礼拜，原主的灵亲自来安慰扶持遗族。第7点本会要招募干事请咱大家过目，有适合的人也请大家来介绍咱来看集体的消息。集体消息第1点，3月7号开始到4月25号台湾圣经公会有举办各活节的特惠专案若是有需要买圣经的，请来咱干事来登记第2点
第二点就是4月8号伫东山教会有举行这个妇女灵性健康与灵性关怀来欢迎姐妹来踊跃参加，来咱的妇女团契会长林家军来报名第3点，这个活动请大家过目第4点，5月6号伫本会咱要举行2023年的暑假甲主日学教材研讨会欢迎主日学老师也是有心要服侍主日学的兄弟来报名参加第5点甲第6点这个活动也请咱大家过目好，咱来看顶周的聚会出席甲奉献报告，请咱大家过目佫有本周甲来周的服侍表逐项的服侍，若是有安排服侍兄弟，也请咱提早来备办心，做好备办好，毋知牧师要补充报告的无？咱嘛欢迎张林理牧师今仔伫咱中间，甲咱同齐做礼拜OK。好，即时咱请三甲阿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阮是何等的有福气，会当时常靠着你圣囝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来向你祈祷，来向你求讨。主啊，阮知影阮伫人生是短暂，总是主你施恩引带带领阮。也互阮有永活的愿望。主啊，阮为着徐刘阿进姐妹，甲邱双山老师因的家族为族来祈祷。主啊，虽然失去亲人，心内毋甘，总是知影因两人已经是安息伫主你的怀抱中。有一日，阮也要甲因同款，伫主的国度内面来相见面。主，阮存着安尼愿望，阮有用对你所来永活的愿望，求主亲自来安慰伊族，甲因伫地。主耶稣，阮感谢你。主啊，也为着阮教会中侪年老病痛，也是行动无方便的兄弟来祈祷，求主扶持，求主照顾，互因伫即个天气变化真大的时，主啊，求你看顾保守因的身体健康，也甲因三甲伫地。阮特别为着玉珍的爸爸赞明兄来祈祷。主啊，伊已经跋倒2摆，也身体需要主你来医治、扶持，也求主来帮助爱玲姐，互因全家庭互因气力，知影怎样来照顾赞明兄。主耶稣，阮感谢你。主啊，也为着阮教会逐项的事工来祈祷，求主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阮伫遮同心同情，合力来兴旺主你的福音，互阮逐项的事工会当进行顺利。主，阮感谢你，也为着阮的国家台湾来祈祷。主啊，你知影最近台湾四围的海岸有出现真侪毋知什么原因来死亡的遮个尸体。主啊，求你帮助阮的国家，阮的政府会当来查明真相，特别是阮知影内底有真侪是对外国来的外劳。主啊，恳求你帮助阮，因为阮台湾目前有真侪外劳伫阮遮来做工，来帮助阮台湾经济发展。求主帮助阮的政府甲阮的人民会当好款待遮个外劳，互因也会当得到好的帮助，互阮彼此双方拢会当有好的发展。主耶稣，阮将阮的国家交托伫你的手中，
互阮无受到任何对方来的恐吓，也是惊吓。主啊，因阮知，阮倚靠你，阮就徛在；阮倚靠你，主你真做阮上大的帮衬甲保护。主，阮感谢你，因为一切好物拢是对你所来。阮要向你献上阮上大的感谢。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下面咱来唱祝福的诗，圣诗第396首。打马线花求主赐福，今次线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满心感谢你，祝你有欢喜阮，互阮会通成做祝你国度内面的一份子。但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会通来效法主耶稣的款式，伫逐样的好事顶面，阮拢谦卑顺服，弃权，互主你伫阮生命内面掌权，互阮所活出来。真正会通伫逐项的好事的顶面，互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掌权作王，互主你伫阮所做的逐件代志顶面来得到荣光。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佮愿咱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咱的是信息以后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